这话是这么说，但是我大哥那股市交易记录都500多次了，无一失手，不论是牛市熊市都屹立不倒，这又怎么解释啊？运气好啊！峰峰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其实吧，李欢他小的时候从拖拉机上摔下来了，脑震荡啊，3天3夜都在昏迷，醒来以后就变神童了，长大以后就成现在这样了。我大哥还经历过这些事儿啊？哭，太哭了，very 哭。哭叉叉。哎，叶先生，你来了啊！你好，小峰。叶家这么叫你，不介意我也这么叫你吧？啊，我是叶佩，叶家的父亲。伯父您好。叶家还没回来呢。我今天是专程来见你的。伯父，我给您倒杯茶吧。嗯。好，谢谢。我来过好几次，恰巧你都不在。叶家这小子也不说一声，我一直在等他，看他什么时候肯把你介绍给我们认识。今天我来这边的事情，不要告诉叶家。这个您放心，我不是那种爱打小报告的人。既然你跟叶家谈恋爱，就不应该跟李欢闹出绯闻。我并没有闹什么绯闻，我跟李欢也没有暧昧，就因为他是公众人物，所以出现在他身边的一切女性，狗仔队都会疯狂的关注。你既然知道他是公众人物，就应该对他敬而远之。只要不是事出突然，我对他都是敬而远之的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有一次为李欢和别人打架，一个女人肯为男人拼命，你还能说对她没有特别之处吗？那一次打架，我、李欢还有芬妮都是同路人，敌我之间不是朋友就是敌人，妇女儿童不出手，敌人就会放过他们吗？那样就不会有南京大屠杀了。那种情况下，就算他不是李欢，换做其他人，我也会冲过去的。我从小就生长在市井，我信奉的是人打还打，人骂还骂，没有千金小姐的礼仪风范。你对李欢实在太好了，他的事情都是你在奔波，他没有其他朋友吗？李欢究竟是什么人？叶波也是他朋友啊，你可以问叶波。叶波并不了解李欢，李欢究竟是什么人？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你和叶波都对他那么好？难道在你心目中，他真是个特别的人？是不是你自己还无法确定？李欢对我而言，的确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。这种特别，其他人永远都无法了解。叶家，李欢的事情，你检察院的朋友怎么个说法？哦，我那个朋友说啊，如果他真的是作奸犯科，那他就没办法了，只能给他法律制裁。那李欢不会被判刑吧？他不会在监狱里待一辈子吧？小峰，你这么关心他，
不是，李欢他真的没有问题。我相信他是被冤枉的。对了，明天是李欢的生日，我可不可以？你想去给李欢过生日是吧？小凤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这为朋友的事情奔波，不可置疑。可过生日不同，毕竟你已经为他做了很多事情了，该做的也做了，不该做的也做了。这以后的事情还是得靠他自己。你说的对，那我不去了。他澄清跟股神李欢的谣言，芬妮跟李欢只是见过几次面而已，并没有什么私交。芬妮接受记者采访，并宣称跟李欢毫无关系。或许这就印证了戏精是总会发光这句老话。如今孙红雷的记录越来越宽，而他的李欢，男女老少，在圈内还有一位像李欢，一样的小野型男，有人来看你了。只不过和孙红雷相比，他总让李川谁的境遇似乎更糟。伯父，您怎么来了？李欢，我调查过你的身份背景，叶波告诉我，你的身份证是他帮你弄的。我也去过那个乡村，他们说，李欢是个孤儿，20年前已经失踪，至今下落不明，生死不知。而你用李欢的身份不到2年，这之前20年的经历完全查不到。伯父，乡村的身份证管理非常混乱，很多人有2个身份证，还有的人呢，因为升学、搬迁，或是档案丢失，一时成了黑户，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你这个说法也过得去，可是冯峰失踪1年多，一出现就和你在一起。冯峰只是去了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旅行而已，我跟他呀，就是在这次旅行中恰巧碰到了。
卢组长，我想打个电话，能不能麻烦你？啊，谢谢。小凤，电话。我洗澡呢，等会儿再说吧。喂，您好，哪位？我找冯峰。小凤不在家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。我找冯峰没找你。李欢，你找他干什么？李欢，每次出事你都是依靠女人，小峰不欠你的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我要跟冯峰说话。混蛋，把电话给他。李欢，我是小峰的丈夫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。你丈夫怎么了？结婚了吗？她是我未婚妻，请你不要再骚扰她。电话给他，快！我警告你，以后不要再骚扰我老婆。喂，喂，喂！洗完了？谁给我打电话啊？啊，李欢，知道什么事儿吗？他过生日没等到你，所以打电话过来，我就警告他，让他以后少骚扰你。你干嘛跟他斤斤计较啊？不都跟你说了吗？他不过就是我的一个熟人，你才是我的爱人，这本质上就有区别呀。小峰啊，可是他没有把你当熟人，我是男人，这点我最清楚了。李欢那么风流，你看看现在，满天都是他和芬妮的花边新闻，还有和其他人的莺莺燕燕。有就有呗，只要你没有花边新闻就行了呗。你说我背后这么说他，是不是有点太小人了？没有啊，他本来就挺坏的嘛。他以前做皇帝，3宫6院都已经习惯了，根本就不懂什么一夫一妻制。有钱了就跟现在那些臭男人一样，成天花天酒地的。什么演员啊，哎呀，反正只要是个女人给他打电话，他就立马把朋友抛到脑后去了。那样最好，省得他以后骚扰你。对了，我爸已经跟检察院的人沟通了，明天李欢就能被保释出来了。真的啊？那你帮我谢谢伯父。谢什么呀？对了，保释他的钱你就不用准备了。为什么呀？他的钱不是被冻结了吗？李欢前段时间给了我200万，
这小姐是不是那个神秘女士啊？过去看看，走。快走，快！你们干什么？不要拍！不要拍啊！请问你跟我什么关系？不好意思，让一下。真的无可奉告，不要打扰我的朋友。这个女孩真的是你女朋友吗？还有上次你在酒吧打架，有个女孩拼命的保护你，是不是也是这位小姐呢？哎，你们是什么关系啊？什么关系啊？说一说吧。到底什么关系呢？对啊，说一下吧。说一下吧。对啊，就是说一下吧。什么关系啊？他是我最重要的人，古神最重要的人。他是我最重要的人，我最重要的朋友。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不是情人。很多明星都用这样的伎俩和托词，你们真的关系只有这么简单吗？喂，对啊，是啊，不要拍了啊！肯定不是简单，跟大有什么关系啊？别拍了！你们真的是各位，大家听我说，我是李欢的代理律师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这样做严重的侵害了个人隐私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我就不客气了啊！到时候咱们法庭上见。走，我们走。这样啊？别走啊！说一说吧，到底什么关系啊？对啊，找个胎啊！别走啊！快说一下，跟我们说一下吧，说两句吧，说一声。哎，李欢，哎，别走啊！哎呀。这帮记者追人的功夫，真是让人叹为观止，跑了半个城才把他们给甩掉。哦，对了，李欢，你今天可有失态啊？不知道明天他们会把你写成什么样子？他们那么拍冯峰，我忍受不了。哎呀，明天报纸一出来，不知道又会有什么可怕的传言。这些传言要是传到了叶家人的耳朵里，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。叶家跟叶家人知道了，怎么想我不管，但是谁欺负冯峰，我绝对忍受不了。冯峰，你不要担心，我并不担心，你能出来就好。不过这次的事情的确不太清楚。你虽然被保释了，可是你的账户依旧被冻结，所以你一定要记住，最近的日子不能够出现任何的差错。他们冻结我的账户，而且不让我离开这座城市，这不就是变相软禁吗？哎，还是当心点好。哦，我得走了，晚上我还有个会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哇，这就是你的大 house 啊！什么 house？这是朕的皇宫，孟纳斯庄园。怪不得政府查你，活脱脱的一个土皇帝。你看这一大片土地，全部都是朕的。哎，狗改不了吃屎啊，还是老一套。小公狗段正淳，花心大萝卜千年僵尸。欢迎冯昭仪莅临。起驾。回来了，先生好。先生好。芬妮，原来你是金屋藏皇后啊！人家是公众人物，不方便去接我，所以就先在这等着了。不过说真的，芬妮人不错，对你也很好，私底下人家帮了你不少忙呢。你想八卦是吧？好了，别说悄悄话了，走，进屋说吧。走，我们先进去。芬妮啊，你要是喜欢这儿的话，就留下来住吧。这2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看这2天的新闻吧，大致上也就是说冯小姐和李欢之间的事情。你知道长生花用什么浇灌吗？鲜血。
不记得我在，你就像天边的云彩，我无法将你拥入怀，陪你看的那片海已不复存在。缘分纠缠今生，却没留下任何可能，在前世交界难过真心的人，回忆还残存。我们缘定今生，情分确定在了前生，用痴心等待，何必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